東江水一直都係香港最主要嘅食水來源，但有觀眾向我哋提供嘅相，見到東江位於河源嘅上游有垃圾堆積。中央嘅環境保護督察組早喺舊年12月已經發出公示，指地方政府未經村民嘅同意喺當地興建垃圾場。垃圾場佔地大約10畝，但就冇設到防漏同消毒設施，導致污水直接流入東江。加上出入嘅垃圾車冇冚蓋，嚴重危害周邊村民嘅健康。公示提到，地方政府事後已經恢復咗上游嘅原貌，又設置告示，呼籲民眾唔好傾倒垃圾。但有村民近日聯署投訴，指垃圾場實際上未有被整治，反而已經重新運作，批評鎮政府蓄意包庇，要求上級部門介入調查，還佢哋乾淨同純潔嘅飲用水源。事實上，本港每年都用40幾億購入數以億計立方米嘅東江水。今次垃圾場事件曝光，可能會再引起本港各界關注東江水係咪已經變成垃圾水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